大家好啊！呢度就係沙田嘅指標屋苑第一城啦。咁咧，佢除咗咧係有學校啦、酒樓啦，同埋郵政局啊，好犀利啊！咁樣咧，亦都有小朋友嘅設施嘅。咁咧，如果啲朋友咧20幾歲係開始喺呢度住，咁啊而家都攞長者卡噶啦。因為近年咧太多人移民啦。咁啊，以前咧第一城咧就好多後生仔喺度住嘅，咁啊而家咧就太多後生仔移咗民啦，所以咧佢而家呢度長者就比較多啦。呢度除咗有我哋香港嘅3大快餐店啊，4大快餐店，一粥麵、大快活、大家樂、麥當勞、KFC 加埋，即係5大快餐店。咁啊，而家咧仲有埋順豐速遞啦，所以咧好多鋪頭咧做唔住咧，就係因為喺大陸運咗啲貨落嚟啊。呢度咧就好多菲傭節放學啊，咁咧亦都成日都有救傷車喺度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樓上有幾間平台嗰度啊，有幾間老人院喺度啊。幾十年嘅大廈一定係維修啦。地磚覆晒喺度。咁啊，而家好多賣輪椅都有啊。輪椅都有啦。沙田第一城咧有一啲標準嘅泳池啊。而家咧望住嗰度咧就係居屋嚟嘅，沙田嘅居屋。其實第一城啊，應有盡有啊。咁啊，呢一間咧就係新開嘅沙煲嘅食店啦。咁啊，而家好多嘢咧都8幾折。美容院又有啦，下邊沙北有好多人喺度嘆冷氣啦。咁啊，呢度買啲衫咧唔貴喎，幾廿蚊一個。呢間福彩啊，屹立不倒啊！呢間快餐店好多人都食嘅咧。咁啊，而家樓上鋪都可以做地產嘅商場。70幾蚊錢包，吉器又有，大快活又有，KFC又有，百德野家整到啊！牛角啊，咁大樣嘢啦〜和民啦，之前俾獨行賊打劫嘅恒生銀行啦，建勳啦，最歷史悠久啊，金和光明鐵業喎呢間運動鋪啊。金河，今次真係跌喎，紮根20年啦。咁啊，而家第一城咧都有啲公仔嘅喎，隻公仔鋪。
係公仔鋪。而家經濟蕭條，咁多公仔鋪嘅，呢間都好耐㗎啦。米字就開咗幾年啦。